點解你明明好努力，但神經總係好繃緊，判斷力仲變差咗？呢個可能唔係你能力嘅問題，而係你吸入嘅氣有問題啊！廁所係細菌同濕氣嘅源頭，如果你大門一開就對正廁所，對流會將異味嘅粒子捲入全屋，令你大腦長期處於未發炎嘅狀態。屋企大門對廁所，是非少人避唔過。當你長期生理不適、情緒易躁，你散發嘅磁場呢，就只會招惹到小人是非嘅啫。人類本能係會避開污濁同埋頹廢嘅。如果你連大門嘅納氣位都管唔好，真正幫到你嘅貴人一見到你面帶黑氣，本能就會避開㗎喇。想翻身，先從物理環境開始，止蝕加屏風。長關廁所門，隔絕咗細菌糟氣，你個腦先會清醒啊嘛，膊頭先會夠硬，是非小人入唔到你個局，大財先有位落腳嘅。記住，財富只會留喺空氣清爽、邏輯清晰嘅地方。想知更多化解是非、重塑居家格局嘅硬核方法，WhatsApp我 send 份強者居家開運法俾你。記得格局由呼吸開始，follow我用邏輯贏格局。